人在地前来看林清莲慈善基金会到中国医药大学的儿童病房办音乐会，用温暖的歌声，甲病童加油鼓励。 一场音乐表演，替破病囡仔、家属和医护团队带来快乐。这个活动是林清莲慈善基金会和中国医药大学儿童病院合作，希望用音乐来温暖大家心。我们有一些感染病人，甚至很难治疗发烧的病人都不退的，我们正在这边有专业的人士帮他照顾。病院讲尽全力照顾每一位囡仔，提供完善的治疗，祝福大家会当赶紧好日子。怎么样能带给他们快乐？不是只有我们医护人员，还需要整个社会大众来一起帮忙。当市长林佳琪亲手送礼物，或者当伫咧含病痛混战的囡仔，中秋节前伫咧病房内底举办这场音乐响宴，期待带给大家更加侪勇气和希望。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